啱啱睇到阿超啫，阿超咧就以森林比喻香港經濟嚇，即係佢好似話咧，將嗰個即係改為9月施政報告，真係有出施政報告，咁快又一年，早出完佢，咁啊點咧？我都唔知點嚇，睇見佢都眼冤啊！咁啊，但係咧，而家啲媒體好慘嘅，又要報導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我都要評論佢嘅，冇計㗎，係咪？咁咧，即係有啲行業轉型有挑戰，係嘛？本港整體經濟正在抗咯，點解我哋完全感覺唔到咧？佢同阿茂波老弟係列舉啲數字，話香港已經好掂，但係我哋唔覺得啦，係咪？2至3%成長，如果以香港呢啲咁嘅或者中國呢啲咁嘅經濟體咧，如果已經完全發展咗咧，2至3%可能係有數字遊戲嚟。我覺得香港根本就冇增長，係咪？咁咧係好弊嘅，係比起一啲成熟經濟體好，歐洲啊嗰啲，人哋唔需要啊嘛，人哋富都唔緊要嘅，個基礎好啊嘛。香港嘅基礎係好過大陸，所以咧大陸冇幾個 percent 已經好危險噶啦，係嘛？香港有幾個 percent，如果係作數嘅咧，基本上咁我哋感覺唔到啦，係嘛？唯一就係其實未必好喎，你感覺香港一般普通人。你問我有咩特別嘅感覺咧？對經濟咁，因為我唔係需要揾工啦，係嘛？第一就係好工冇咗啦，第二就係啲物價係冇乜點升嘅，係咪？我都話2年冇加到價咯，嗰啲茶餐廳啊嗰啲大快活最近仲減價添，係咪？3蚊優惠加到6蚊，老嘢始終係咁多個咧，加唔加都係咁多個，唔會增加到佢幾多啊！真係唔好意思。咁但係都係啊，即係要咁樣去爭取生意，幾難做咧。咁當然點解咧？啲老嘢就一嘢湧晒上去就咁啊唔得啦。咁而家香港係掂唔掂咧？咁唔知係。總之咧，佢接受訪問咧就話香港咧即係好掂。咁但係佢仲講咗個形容話森林啊。你大家唔好淨係睇見樹木，睇唔見森林啦。即係我哋呢啲咧，成日樣樣嘢都講啦，你一樣半樣你係講完算啦。啲樓跌咗價，啲車升咗價，咁係嘛？諸如此類啊。某啲行業執，有啲行業好喎，咁邊啲行業好咧？唯一好就係啲賤物鬥窮人啦，因為大陸經濟真係差啫。我估係咁簡單啫，即係啲副食品啊，啲基層嘅嘢啊，就始終係越嚟越平啦。咁你有啲同電子產品就嗰個競爭激烈啦，咁 anyway 啦，總之就係咧唔能，但係呢啲就係因為佢個行業競爭激烈，佢變咗佢哋嘅利潤少咁啊。除此之外有咩好咧？咁樣嗱，另外一樣嘢講嘅，咁咧佢話咧對北都發展心急如焚，咁呢樣嘢我時時都行過去望下，咁係起緊嘅啲基建。但係咧，我唔知佢心急乜喎。講明今年5月嗰啲片區又開始招標啊嘛，冇咗聲氣。年初嘅時候咧，2月嗰陣咧，寧安豪就話咧收到幾十份意向書就表示興趣一份都冇。你唔招標都算啦，係嘛？咁你傾掂未咧？有邊啲人準備入去投資咧？基建係做緊㗎。咁你仲話心急如焚，起樓喎，有冇人住咧？係咪？咁所以我話呢個，你睇你啲我都講莫名其妙啊，係咪？同我嘅邏輯認知完全唔同嘅，係咪？咁好啦，最近講法就係仲要講話兩局嗰啲人做得好好啦。舊年佢炒咗個楊潤雄啊，林超雄啊，係咪？嗰個林咩雄啊？兩雄啦，雙雄之後咧，而家好滿意啦。最新接受訪問，即係所有佢嘅團隊咧，都做得好好啦。咁其實林超雄有咩唔好咧？係嘛？或者嗰個楊潤雄有咩唔好咧？佢又講唔出㗎喎。但係而家就已經好掂啦。咁即係當然佢冇心機再炒人啦。你炒唔炒人？即係你換唔換人？你嗰隊人咪又係咁個個咪做，即係好團結去做一啲表面嘢。表面嘢都唔係啲戇居嘢咯，係咪？一齊開會搞嗰條水喉
塞咗係嘛？有瀝青換水喉咁小事，要成個特別召開特別會議，純粹因為仔仔落嚟一屌係嘛？呢啲民生啊咁樣，咁你就咁啊亂晒龍啦，係咁而家咧。你話可以多咗啲話題又得呢陣，阿超成日出嚟接受訪問喎，係咪咧？係呢兩個禮拜，自從阿仔仔嚟咗之後咧，佢好驚啊！香港電台嗰度又電子傳媒訪問啦，於是乎咁啦，係咪？而家施政理念符合啦，咁樣係咪？好啦，佢又北區啦，又樹木又森林啊，咁即係你而家森林大火，佢又睇唔到，係咪？佢睇到個森林，不過睇唔到個森林着緊火啫。真係叻㗎，佢都係咪？仲係話好掂啲經濟如何如何，永遠係斷章取義，將啲數據係咪？咁咧 ，anyway 係而家北區咧係發展個大引擎，我都唔係好肯定。不過佢一講話1/3嘅土地面積冇咁大㗎係嘛？唔好嚇我，邊有咁大啊？你填海啊，住1/3嘅人。香港750萬，嗰度住200幾萬人，規劃就係咁啦。我同你賭幾多都得啊！到我瓜嗰日，佢都一定做唔到。咁黐人線。咁而家咧就話咧，我見啊，即係咧建築咧方法啦。咁啊，內地咧亦有工程質素加快程序，有冇工程質素啊？你睇泰國嗰棟嘢冧咗啦，國內建樓就係好。咁所以而家咧，其實香港就開始呢啲用模型式模擬。咁嗱，香港個監督係好啲嘅，希望啦嚇，即係會唔會喺北區嗰度開始出現呢啲爛尾樓啊？呢啲咁咧，建築危險嗰啲我就唔講啦，出現就自然出現啦。但係你話爛尾樓咧，即係話起到大量起咗樓，然後冇人住咧，除咗公屋係有人會去住之外咧，我估最終咧嗰度如果有公屋，應該有公屋嘅嚇。好得意嘅，側邊呢度起豪宅，後邊起公屋。我喺 Facebook 貼個相俾大家睇咯，即係有調查，嗰啲真係要調查啊。咁咧，即係我特登走去行過，遲啲我會多啲去望噶啦。北部都會區睇住佢起出嚟，係嘛？咁啊，部分郊野會保留嘅，即係還好啦嚇。即係因為嗰度一路去到元朗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嘅綠色地帶，香港行山嘅人就知啦，係嘛？希望唔好破壞太多啦，係咪？咁你起樓究竟呢度會點咧？咁呢個其實係可能係個好大嘅問題嚟嘅，大白象嚟嘅。咁但係佢而家咧就話要加快嗱，唯一有益咧就係啲中國啲建築公司啦，我已經招咗標啦，咁咪多快好省，再快啲落嚟做啦。所以佢而家如果佢咁講咧，我就真係其實應該叫停㗎啦。因為你北部都會區根本就搞唔到，亦都唔知乜嘢，咪好似前海咁。咁我哋好現實嘅，如果冇人討論嘅喎，有人討論嘅咁啊唔聽啫。咁佢而家就係講俾你聽，佢繼續啦，加快啲，係咪？仲話起屋起得慢啲，起咁快做咩咧？我見到啲豪宅都冇啊，應該3年前話起咗㗎啦。咁當時係起咗啊，不過沙士唔係 Omicron 啊嘛，咁到而家都未見入伙一半到啦。冷冷清清嘅地盤側邊仲係咪咁快整嚟做乜嘢咧？應該叫停㗎啦！北部都會區究竟而家北部都會點咧？呢啲咧全部係其實係大家要關心啦，係嘛？但係咧阿超咧淨係講一啲咧，即係佢覺得好掂嘅嘢你睇唔到嘅，我哋好掂，我哋準備大力去做啦，係咪？哇！起樓好啲慢啊，數量不足啊，諸如此類，係咪？需要依靠外力啊，即係輸入外勞啦，所以其實呢啲咁嘅基建咧，幫唔幫到香港就幫唔到嘅，益唔益到香港人咧？有嘢做咁啦，一輸入外勞咧，你又唔使諗啦，加人工。咁當然啦，即係你如果唔加人工，唔使輸入外勞啦，慢啲起咯。咁用香港嘅錢慢慢起，即係咧等香港人有工開，係咪？你急起，用晒佢咯，起咗啦，開咗咁點咧咁樣？開咗你咪好似嗰條港珠澳大橋咁啦。我最近睇到個網上嗰個十大爛尾工程啊，中國10大爛尾工程，港珠澳大橋。咁我就咁睇片，我晚晚都睇片嘅。我睇到個數據，我記住佢，死都記住佢，真係唔好話死都記。總之我記住佢。
嗰條橋原來用咗1200幾億起嘅港珠澳大橋，預計咧而家行緊車咧1年就2億。咁呢條橋咧只可以有100年壽命嘅啫，唔係永遠嘅喎。好彩添喎，唔知有冇其他地殼變動好，點都要佢提早收工喎。當你做咗100年，1年收2億，1000幾億，之後100年咧收咗200億，通車費啊，用咗1000幾億，即係話咧一定蝕1000億。咁而你俾咗錢去做，嗰1000億可以生息噶嘛？所以咧，即係由頭蝕到尾啦，2億就連俾利息都唔夠。嗱，呢啲就係偉大嘅工程，係咪？完全唔符合香港人嗰種成本效益做生意，係咪？至於個北部都會區係咪啲咁嘢咧？10成10係都得啦。如果唔係，唐英年都話你計到數先啦，係咪先？共產黨就諗埋啲嘢咧，就係起碼你做緊谷起嗰個，即係用 capital investment 資本投資去谷住嗰個表面嘅，因為有工程咯，咁啊請人咯，跟住有工人有公開咯，然後嗰啲人又會使錢咯，咁咧就表面就係，咁事實上係喎，而家香港係仲係即係人力短缺啊，咁樣仲有好多外傭啊，咁樣即係仲係表面係唔知點好似好繁榮咁嘅話，咁但係成個香港嘅結構性嘅問題點咧？呢啲當然係要靠呢啲，第一要靠我哋啲有遠見嘅人去分析去諗啦，係嘛？評論家啦，其二你呢個領導人都要，呢個領導人就唔知做乜嘢嘅就係咧講埋啲無謂嘢，拖低一日即係阿超呢啲咁樣。好啦，講完啦今日。美心老員工不育約變相炒魷魚呢啲故事陸續有嚟㗎啦，係橫琴到而家死城，我哋嘅北部都會區都係即係使晒我哋啲錢啊咁樣，咁咪連啲老嘢嘅啲福利金都 cut 咗佢啦，到時咪翻大陸咯，唔使俾幾千蚊嚟㗎，係咪先？你諗下到時就 cut 㗎啦，拱你翻大陸㗎啦，平啲1000零蚊得啦，生活費咁咯。好，明天再見。